虎山下的铁顽石堆在地上并不起眼，对喜欢石头的詹玉霞夫妻来说，却是老天爷给的瑰宝。硬度够，然后很细嫩很滑，它那个实心啊，我们一般的石头大概2、3而已，这个有到5、6，所以是很细腻，比那个婴儿的皮肤还要细，密度够，真的是做砚台的上品。尽量保留石头原型，构图发想，出身客家，思维自然融入创作。我们的祖训就是耕读传家，一般父母都对小朋友都很有一个期望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小吊饰这样。好，所以作品都有意思，弹影塞子都改，作品很有意思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对。砚台取名昌黎砚，意在追随韩愈提倡文化教育的精神。屏东内埔有全台湾唯一主祀韩愈的昌黎祠，在6堆客家文化具有代表性。砚毕竟还是我们的一个文化，修身养性嘛。条件不足以做砚台的石头，詹玉霞也不舍弃，结合自然与客家文化元素，创作出有意涵的作品。客家人就勤俭持家，然后以前都是卤东西会用瓮然后我们是一个意象说就是勤俭持家，我们会当成吊饰，就是很多元化这样。那我们就会，比如雕个桐花这样，当成吊饰来挂这样子。双鱼座我们就雕个鱼的那个意象这样子。石头不能说话，但詹玉霞透过石头说家乡的生活风景，也开始加入文创包装，希望给家乡特色带来更多价值。我们有一个愿望啦，就是说北有罗溪砚，那南有我们昌黎砚这样，希望能够做到。就是以它齐名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朝这个地方去努力。作品都有意思，睇人寫字都介意。作品都有意思，睇人寫字都介意。谢谢宗仪老师。